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，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百米仙洞。从前，在基隆码头附近，有个非常有名的地方，叫做仙洞。听说这个仙洞以前曾经流出过白米，让很多人感到惊奇和好奇。故事要从很久以前的一座小庙开始说起。那座庙不大，里面住着一位大和尚和一位小和尚。由于庙在偏僻的地方，来拜拜的香客不多，两位和尚的生活非常困苦。大和尚常常皱着眉头，满脸愁苦地说：小和尚啊，我们每天都要挨饿，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呢？小和尚回答：大和尚，我们可以试着自己种菜，这样也许能够有一些食物。于是他们就在庙旁边的小空地上种了一些菜，虽然辛苦，但总算能填饱肚子。然而有一天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这场雨下了3-4天，两个和尚的菜全都被打烂了。小和尚看着被打烂的菜园，急得直跳脚。哎呀，我们的菜全都坏了，该怎么办啊？大和尚气呼呼地说：真是的，拜佛10几年了，菩萨却让我们这样受苦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小和尚忙着安慰大和尚：大和尚，别这么说，菩萨是慈悲的，可能他有办法帮助我们呢。晚上，小和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见自己在庙里打扫，突然菩萨开口了：小和尚，你们不是担心挨饿吗？到庙后的山壁有个小洞，明天去拍3下，就会有米了。小和尚醒来后，惊喜地告诉大和尚：大和尚，我梦到菩萨了，他告诉我，只要去拍山壁，就会有米流出来哦。大和尚一开始不太相信，真的吗？那我们明天去看看吧。清晨，两个和尚早早起床，赶着朝山壁跑去。路上，小和尚兴奋地说：我真的很期待啊，或许真的有米。大和尚却不太高兴，抱怨道：真是的，大清早的跑来跑去，搞得我鞋子都湿了。终于来到山壁，小和尚找到了一个小洞，开心地说：就在这里。他用力拍了3下，刚拍完，奇迹发生了，白米像小瀑布一样流了下来，洒满地面。哇，真的有米！大和尚惊喜地跳起来，双眼闪闪发光。小和尚开心地蹲下来，捡起米。我们快把米捡起来吧！他们两个
忙着捡米，虽然量不多，但足够2个人吃一顿饭。小和尚高兴地说，这都是菩萨的恩赐，只要我们需要，就能来这里拿米。日子过得很快，他们每次需要米的时候，只要拍3下山壁，米就会流出来，刚好够他们吃。渐渐的，来庙里的人多了起来，大家都知道这个神奇的仙洞，庙里的香火也变得旺盛了。有一天，庙里来了很多香客，大和尚担心地说，今天来的人这么多，米不够吃，怎么办呢？小和尚想了想，说，我去试试，看菩萨知不知道我们需要更多的米。于是，小和尚带着篮子来到山壁前，拍着山壁，祈祷道，菩萨，今天有很多人，请您多给我们一些米吧。话一说完，山壁里又流出来了好多米，刚好能让大家吃饱。太好了，菩萨真的是听到了我们的心愿。小和尚开心地笑着。然而有一天，大和尚开始心浮气躁，他看着米流得不多，心里想，要是这个洞再大一点，流出来的米肯定会更多，这样我们就能卖米赚钱，过上更好的日子。小和尚听了，急忙说，大和尚，不要贪心啊，菩萨一定会不高兴的。但大和尚不听，决定去挖洞。他拿着工具直奔山壁，小和尚则在一旁担心地叫，不行啊，我们不能挖，会引起麻烦的。大和尚不耐烦地说，你懂什么？我要让这个洞变得更大。他一边挖一边自言自语，根本不在意小和尚的担心。结果，当大和尚敲打山壁时，突然发出一阵巨响，泥沙和石头从洞里滚了出来，将他砸倒在地。小和尚急忙跑过去，将大和尚救了起来，但山壁再也没有流出米了。哎呀，我们的米不见了！小和尚惊慌失措，眼泪都快流下来了。消息传开后，大家都知道菩萨不再显灵了，因此也不再来庙里烧香。2个和尚的生活又变得困苦起来。几个星期后，大和尚坐在庙里，心里很懊悔，当初的我怎么会那么贪心呢？小和尚拍拍他的肩膀，温柔地说，大和尚，这就是一个教训，菩萨给我们的已经足够了，我们应该感恩和珍惜，而不是贪心。于是，大和尚终于明白了，他学会感谢每一天的生活，并努力帮助来庙里的人，分享自己拥有的一切。从此以后，虽然他们不再有米流出来，但
但小和尚和大和尚的心中却充满了感恩。他们学会了珍惜手中所拥有的一切，并将自己的爱心与善意传递给每一位来到庙里的香客。亲爱的小朋友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我们拥有的已经够了，不需要贪心，这样心里会更快乐哦。当我们珍惜身边的小事情，就会发现生活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感谢。帮助别人和分享自己的东西，能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丰富，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快乐。记得，快乐来自于心中对身边一切的感恩哦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